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5月29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正草案，也有刑法部分条文，表示国会做拢已经伫昨通过三读，包括总统的国情报告、国会调查权、听证权，也有人事的动议权，也拢已经完成立法。即马民进党团是要提出释宪，行政院也表示为着要保卫宪政的听书，会来提出复议。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正案经过4版议会审查，即被三读通过。条文修正通过。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内容包含总统去国会国情报告、藐视国会法钱、国会调查权、听证权甲人事动议权等关键条文，已被完成三读人事。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民进党团准备好实现相关规划。特别对违宪条文提出释宪，相信证据就算会知道，不过证据一定会到位。民主已死，国会已亡。民主进步党，我们准备好了释宪的相关的规划筹备，我们即将对于这样一个违宪的条文提出释宪。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박君基表示，这是执政党开另外一个战场的开始，会奋战到底，互调查权甲听证权伫台湾定根。行政院确定会提出复议，我想这又是执政党打开另外一个战场的开始。我们再一次的表达，我们会奋战到底。民进党主席郭文泰讲，经过30年国会改革总算三读完成，历史会留记录，痛苦的过去改革的成功，继续为台湾民主深化来努力。强而有力的国会可以跟这个做到这种分权与制衡，这才是国家的确保国家可以长治久安。不管国民党或民众党，对民进党来讲，它是一个竞争者，不是敌人。对民进党团要申请释宪，行政院长杜荣泰表示尊重。行政议会会照宪法征收条文规定的定数，将这摆修正案移请立法院复议，来重视捍卫现行的定数。总统府昨半暝回应总统赖清德希望民意关注重大政治法案，调查第三读了后，议员有继续对外调查的可能，但回应个人民意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好在立法院三读通过这款刑事法的修正草案，有几60个公民团体甲民众是组织伫立法院外口来抗议。昨暗主办单位是宣布现场已经有超过7万人，除了台北以外，也有花莲、新竹甲彰化等等的县市，也拢发起行动，做伙来声援528青鸟行动。立法院场内吵吵闹闹，即便暗时9点外，另外周边的济南路、中山南路、甲青岛东路也客满声援528青鸟行动民众。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联合画出现场人数已经超过7万人。今天我们在全台湾各地都还有人在串联，各地都有举办活动，不止在台湾。其实，在国外，在全世界都有很多台湾人在关心国会滥权。落雨无阻止民众聚集，到下班下课时间人愈来愈多。主办单位表示，象征自由甲希望的青鸟飞向各地，全台15个县市共步串联，遍地开花，各地民众拢走上街路，呼吁国会正视民意。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站出来，我们可以让那些立委知道，我们公民会为了自己的权益而站出来。在5月24号的全台串联，独缺漏了桃竹苗地区，我们新竹人这一次绝对不会缺席。花莲地方活动大部分是少年人甲学生，希望让更较侪人知影，就算伫花莲也有无共款的声音。就算我明天要生了，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就是有这样子的，就是花莲有这样子的那个集合的话，我还是愿意来。
产出来。民间团体表示，虽然无完成组织法案的通过，不过这摆青鸟行动透过立法院4摆组织，以援有重要意义，所以会转向在地对会，呼吁全台各地公民积极行动，让南权的立委来兼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在黄酸雨的锋面离开，所以各地雨势会落较离，气温嘛会对咧升悬。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中南部、东部也阁有东南部是较高落阵雨，过到了后，中南部山区就要注意可能就会落大雨，也那其他所在拢是侪云，过到可能就会落西北雨的天气。今仔日各地拢会变较烧热，北部、东部是有27到29度，也那中南部是30到32度。另外，明仔载开始受到南平水汽的影响，中南部、台东是会落阵雨的天气。另外，拜5到礼拜也阁有另外一波方面会来报道，预计后礼拜1到拜2，这天气才会变较好。继续来关心中部地区，昨落大雨传出淹水的灾情，地表里有几啊笪地下道是拢淹水的，甚至也阁有轿车掉伫内面。也那伫云林西螺是有规区的菜园拢浸伫咧水里，农民是赶紧用抽水机来抽水。另外，伫南投的信义乡是有水崩山，造成到95线无法度行，第61线上北171公里的所在也有货车并车。28透早苗栗县真侪所在大水河落甲变叫，地处几若大积水，其中地南镇宽市路一个地下道积水真严重。警方早起7点左右准备要封路的时阵，一只轿车反向要逆冲掉伫水里，加载驾驶有走出来。水淹了，突然淹下太急淹掉，然后我们在封路的时候，那部车啊就逆向进来，结果在那边淹到啊，就这样。现在就是人没有受困，对，只有车子受困而已。对。苗栗县消防局讲，早起拢总有6件地下道积水，5件车路淹水。坎顶安康因为积水煞塞车，附近民众讲，因为这地势上低。常常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这边地势算比较低洼嘛，就是一个洼地。哦，类似雨下大一点就会积水这样子。对。云林县后壁和西螺早起嘛是同款出现大水雨，其中西螺镇这块0.4甲大的菜园全部浸在水里，农民惊采暖气，紧出动抽水机。会烂的，菜会烂。这样抽要抽多久？你要抽水晶？看雨啊，你如果一直下就要抽很久啊，你不要再下，差不多1个小时就抽完了。南投县信义乡往东部温泉的头95线，因为附近山区发生土石流，造成通路断站，等咧等公所来抢通。另外，彰化县线西乡第61线上北171公里处发生黑柜车家己弄着护栏并且的事故，幸运的驾驶是着轻伤拒绝送医。警方后续会继续调查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这方面通过全台湾几内个县市拢是落大雨的天气，台东红头树毋但是积水，也有水崩山的灾情。另外，伫高雄也有落雷公雨，一寡路段是淹水60公分悬，300多户停电点外钟。也那伫嘉义的山区大华公路159线，也阁有第18线，拢有土石崩落来的情形。落大雨，国检单位讲，大水后地处车路淹水，山区急重，沙土甲车路炸咧。原本要骑车去港口坐船的游客袂得过，业者船一步一步行过去，实在真危险。南市乡公所讲，早起雨势较大，亲像夜游国小往虎头埔、甲开元港附近的野溪拢有土石流，嘛有几若搭较南的所在淹水，会先来排除土石流的状况。过野游小区开元港那边，附近有一个野溪，那边有土石流，目前厂商正在进行做排除。往狼岛部分会有几处是低洼有积水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先优先把土石流来排除。高雄早起嘛出现短时的强降雨，主干区信义路一项淹水上悬有到60公分，有自小客车掉入水里，民众看到赶紧挖拔条路。好，对啊。后来区因为单位讲，当地超过300户失电，台电赶紧伫2点钟来抢修复电。该县山区受几若大石头落来，159架线28公里处，因崩山路桥通路封锁。第18线79.3公里处，
大浜口往石道100公尺的所在，拢蓝蓝闪闪的石头落落来。虽然会当通用，不过要通过嘛是爱细致。台南市路边树倒落，缀着2架小客车，加载无人受伤。方面影响，恐惊台湾西半部到拜山进程，拢会落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民众要出外也是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回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鸡卵的产量有豆豆回稳，也毋过买的人煞无遐尼济。即马产地介绍1斤32块半，也若大卖价是42块，创这2冬来上低的纪录。农业部也有饲鸡协会已经要求产地爱赶紧淘汰一寡无遐高生的老鸡母，才通降低成本。中国时报。台南市政府议长贿选案10个被告一审全部拢判无罪，地检署认为法院的判决无协调，另外应无应该拢以审理的时所讲的话为准，应该着爱参考一寡调查的资料，所以对这10个人全部拢搁再提起上诉。自由时报。疾管署宣布，对今仔日开始，50岁到64岁会当去注一支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数量有10万剂，用刷为止。若准捌注过，前后上无爱让1冬，也若高风险的对象是爱让8礼拜的时间。继续，咱要来看的是世卫大会咧，是举办期间，咱立法院团队也把握时间来进行国会外交。昨除了甲瑞士友台议员来见面，来讨论未来合作的方式，也拜访这个首都 Bern 的市长，互相送伴手。Our Parliament voted a resolution to improve our relati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Yuan Legislative and the Swiss Parliament, our chamber. So that's also what I hope we're going to discuss today. 立法院副议长江启臣表示，瑞士国会及台湾立法院应将做台瑞双边关系推手，除了关注民主甲区域和平稳定，也希望深化经贸文化甲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比如说行政部门，他们如果有希望在推动，比如说教育啦、旅游啦、科技这些合作的这些案子以后，国会也能够在后面扮演促进跟推动的角色。使团团帅气去伯恩市政厅甲友台市长格拉夫恩里德见面。伯恩市长是台湾的好朋友，正在推动经济大水交流，也甲使团互送礼物。各向多得到的台湾的地杯啊，加啉一喙茶，展现对台友好。They are both small countries, but they are both rich countries that are very successful, doing successful, and both are democracies. So I think we have a common basis, which is always good for cooperation. 因为同款理念，这几年大水国会甲都市之间的交流真多，看俄乌战争甲中国威胁愈来愈多，随时提高警觉，希望甲民主台湾有更较侪合作。公司记者随时报道。世界卫生大会即马正咧进行，台湾争取加入的这个提案，搁再互人提掉。除了咱的友邦是替咱争取，真侪欧美的国家也拢徛出来强调台湾的这个重要性。台湾的政府也搁有一寡专业团体是按算伫大会进行期间来参加周边的论坛，深化国际交流。另外，咱的侨胞团体也来举办艺文活动，要互世界看到台湾。这条歌红听到真熟悉。海外侨胞组织做伙，由侨团伫瑞士日内瓦举办的暗会，除了为台湾加入世卫来応援，少年的音乐家嘛伫现场演出台湾民谣，互伫外国的侨胞会当一解思乡之情。也若每一年伫欧洲巡回台湾之美画展，伫荷兰、立陶宛等等的国家展示了后，上尾一站去到日内瓦，希望透过艺术，互国际看到台湾。所以我到世界巡回，一定也在日内瓦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里头，我们将它放在一起，让更多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这里也能够看到。针对台湾加入世卫，是搁一届拄到困难，侨界南边感觉失望。而且经过台湾邦交国甲中国阵营辩论，世卫决定拒绝台湾友邦提案，予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卫大会。针对这点，侨界表示，明年还佫会继续组织民间的力量，友邦的国家托瓦鲁出席暗会时阵，也话讲会甲台湾做伙拍拼。I'm disappointed at that, but despit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to work along with our Taiwan allies to ensure that Taiwan is on the agenda for WHA. 4月27全会总讨论当中，除了台湾邦交国，包括德国、法国、英国、甲澳洲等等的欧美国家，嘛呼吁爱重视台湾的角色，爱以公平甲包容性来促进健康人权。Je rappelle enfin que la France est favorable à la participation de Taïwan aux travaux de cette Assemblée. We all need to stand together, using everyone's expertise, including Taiwan's, to master the challenges ahead of us.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以色列昨搁在攻击拉法的营区，这텐트内底咧上无是有37个巴勒斯坦的难民死亡，另外西班牙、挪威也有爱尔兰拢有承认巴勒斯坦的这个国家的地位，互以色列伫国际当中搁较孤立。古罗无厝的巴勒斯坦人伫拉法临时起的堡旁被摧毁，死去的也有把斗阵夺命亲人。到底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带多行进自然轰炸拉法营区是不幸意外，国际社会严厉谴责了后，而被继续轰炸，看到的依然是死伤甲痛苦。صيت على قصف قالوا الاولاد نايمين قلت الحمد لله انهم نايمين يعني يرثى لها كل الاولاد مصابين اللي كانوا في الخيمه 因看到拉法天顶庆祝乌恩，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以色列报告全球对以军发动攻击愤怒，将战车开入去拉法市中心。这几架空袭主要伫拉法西边地区，以军并无下令疏散，向向者攻击。进前地面部队甲战车拢是伫拉法东区、中区甲加沙埃及边境沿线行动。Israel should not carry out strikes in the designated safer areas. 以军表示，爆棚大会原因要来调查，初判是二次爆炸引起，可能是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武器造成。Following the strike, due to an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a fire ignited tragically. Our munition alone could not have ignited a fire of this size. 这一天，哈马斯盟友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公布一段以色列人质特鲁法诺夫的影片。以色列看作是新批战。另外，西班牙、挪威、爱尔兰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自被生效，也显示以色列伫世界舞台顶悬愈来愈孤立。公立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伫离中部海墘仔的度假区，今年2月发生火烧山，害死137个人。当地政府伫调查了后，发现讲有一个义消为着要来变做正式的消防队员，结果就甲林务官员斗空去放火。目前这2个人已经互人抓起来啊。黑暗暝野火长咧滚架，规片建筑拢着火。这是伫离中部滨海度假胜地瓦尼帕莱索，今年2月发生野火。甲当地的砖头烧甲大屁屁的景象，迄阵外界抓做这是圣年气象所致死的天灾。因过地理当局调查了后，才发现是一个22岁的义消甲一个任务官员涉嫌放火，已经甲因逮捕起诉。Multiplicidad de incendios para dar cuenta que tendría entonces un trabajo asegurado como brigadista de CONAF. 调查人员讲，这个义消为着乘做正式的消防员，含一个任务官员串通，超工利用火势会当快速探开的天气条件来放火。点调伫导火的所在找到汽油甲石蜡这的证据，嘛伫义消厝内找到相关的证物。这件地理史上上严重的野火事故，烧掉上万栋的厝体，甲将近9000公顷的林地，阁有137个人死亡。林务局主管唔敢相信局内出来鬼。Un exfuncionario que es de carácter transitorio, que en los últimos 10 años, digamos que ha participado en distintas instancias y acciones asociadas al control de los incendios y por lo tanto también eso enloda la institución. 受害灾民知影原因了，心内是真生气。Que hay gente que tiene que pagar todo esto, lo que nos hicieron. A nosotros nos mataron y nos quemaron. 目前检方正在调查这个义消敢有牵涉其他的放火案，嘛无排除这个案件有其他的强案。若消防员无救火煞放火，互当地的消防单位拢惊一跳。因强调这是独立事件，消防队绝对无容忍这种代志来发生。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再来看印度甲孟加拉礼拜暗的时阵是受到强烈风台雷马尔的损动，透风过落大雨，真侪厝拢互大水甲淹去，上无有16个人死亡，几百万人是无电通好用的。那即个巴基斯坦的南部是称高温，即个温度是有52度2，已经爬越历史的纪录。
棉加达南部这个庄仔头，这个歹的厝，伫经过强风大水后了后，是规个洞海，4颗地啊变做规片海。নদীর সাইড থেকে ভেঙে গেছে, সাইডে নদী থেকে ভেঙে সেই পানি এই সাইডে আসছে। নদীর এই বান ভেঙে গেছে, নদীতে সব আগামাথা বেসে গেছে, মানুষের ঘর দরজা বাড়ি ঘর বহুত লোকের বহুত ক্ষতিগ্রস্ত হয়ে গেছে।今日气旋雷马尔礼拜暗时以每点钟135公里的风速，是南过棉加达南部的蒙哥拉港和附近的印度西棉加达邦萨格尔岛，登陆了后，威力虽然转弱，同款是造成致命性的灾情。棉加达当局讲，至少有15万户的民家厝倒去，也是毁损，375万人受到影响。伫印度的西棉加达省，受超过2000支电火条啊，红规个挽起来，路边的树啊嘛倒一堆。देखिए कुछ जगह पे जो है हमें मिल रहा है कि कुछ जगह पे ट्री अप्रूटिंग हुआ है, तो जहाँ पे ट्री अप्रूटिंग हुआ है वहाँ पे हम लोगों का कोलकाता म्यूनिसिपैलिटी का टीम, कोलकाता पुलिस का, डिजास्टर मैनेजमेंट का टीम वो आके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ये जो ट्रीज जो अप्रूटेड हुआ है।规个正向的雷马尔气旋加起来是第印明两国造成10几个人无命，搁互几百万户大停电。但是同款伫南欧的巴基斯坦受热影，南部信德省的古印度河文明遗址摩亨约达罗，拜一的高温是起到摄氏52.2度，创今年以来上高温，嘛超过54度的历史纪录。सजो नहीं वेठा आहियूं साईं, घड़ी विझूं था, नलके में पऊं था, वरी निकिरूं था, इलाही सारो टेम्परेचर साईं, विझण सां कुझु न कुझु फ़र्क़ु थिए थी, भई बिजली कान्हे का साईं।不管是热影高温，也是经历气旋造成强风大水后，专家认为讲这极端天气大多数拢是气候变迁造成的，未来恐惊会真接出现。告诉新闻张慧斌朋友。英国 EasyJet 小客航空预计今年热人逐工就要载30万的旅客，处理2000座的班机，所以决定是要来引入 AI 的系统，到安排飞行，也有监测营运等等，来减少工作人员的负担。英国联航伊一班机照个指示，按伦敦罗顿机场慢慢飞上天，疫情降温边境开放，一切联航有估伫即个热人未来几个月内，每一日爱处理2000架次的航班。运送30万的旅客，为了处理大量的飞行安全作业，伊一联航伫2年内，甲控制中心的人员变266人，比原来员工加100个较加。一寡员工因规日拢咧上电脑，得观看家己公司飞行机起降的情形。另外，为着解决天气无好、飞行机技术问题，也是罢工等人为因素，致使班机延误。一切航空正咧采用类似 ChatGPT 的 AI 人工智慧工具，协助做出快速的决定，包括要安怎做上好的飞行机订班的安排，甲技术人员的分配。We are working on a tool that will help us to do that in a more automated way. So it will give us the next best option to manage the disruption, or 2 or 3 different options. 一切航空讲，控制中心采用 AI 这款的先进设备。可以当监测到飞行机严峻的健康状况，让飞行机维修员有更较侪时间检查飞行机内部更较优的部分，像是变速敢有需要修理等等，减轻无工人员的工作负担。It will be able to make the decision, but I think we will still want to make the decision until we're absolutely confident that it's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啊，那大数据方面，伊会当互航空公司、甲航线、飞行机型号等做出上好的配对。也是更加了解旅客对飞行体验的感受，比如讲准确预测旅客较喜欢食什么食物甲饮料，减少浪费。也是当航机出现问题的时阵 ，AI 系统会向受到影响的团体，也是带真侪囡仔旅行团发出手机简讯通知。业界的控制中心人员讲 ，AI 设备会改变大众的普遍印象，毋是人上少的航班，再受到上少的干扰。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今仔日还阁发生啥物款的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泰国宣布，来自93个国家甲领域的旅客，包括台湾，6月开始入境泰国会当有60天的免签证的待遇。外国的大学生毕业了后，会当伫本地阁加留1天。希望这款政策会当进行泰国的观光业。美国在台协会总部宣布，伫日本的大使馆的郭立贤，今年热人会接手做 AIT 台北办事处的处长。伊这28天来，注心推动印太地区的外交、经济，也有安全合作，也捌做过台北办事处的副处长。
中国六四的事件被满35天，香港国家安全处长照《基本法》第23条煽动意图罪，甲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副主席，也佮有六四纪念活动的领袖等6个人全部抓起来。这是23条生效以来第一届有人互人抓，所以外界拢真关注。另外来看，国内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昨是去视察花莲的部队，感谢咱的国军伫咧中国军演的时阵守护咱国家的安全。另外，美国国务院亚太的副总卿南默克伊进前是有和中国外交部的官员来视讯，伊对中国军演表达关切，也强调咱这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由7人组成，其中炮长7个人组成的炮班由炮长下指令，炮手完成射击进前的准备。105榴炮有高机动性，一旦射击了就随走转换所在，支援反击舰甲反定力作战。总统赖清德伫国防部长郭立雄、甲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的陪同之下，自备头一届视察花莲部队。这嘛是中国宽大军演结束了后，赖总统头一届公开的军事行程。做一届视察陆海空三军，头一站是陆军的训炮营。再来去驻守花莲新城的海防大队第4中队，在中国军演的期间，华南飞弹车机动调整战术的位置，是台湾东部以陆制海关键的战略。中岛甲空军第5战术混合连队等等的部队用餐。罗总统感谢国军坚守职务，守护国家的安全。过去这段时间，因应中国军演，大家都辛苦了，谢谢你们。对共机扰台的因应作为，以及战机的装备性能。大家都在24小时轮班待命，执行空中巡逻任务。国防部2日发布侦查到解放军的动态，有3架次中国军机行过海峡中线，中国军舰7架次，海警船4架次出现伫台海。针对中国军演，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纳默克顶一日甲中国外交部边界甲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举行视讯会议，美国真关心台海的和平稳定。包括像台海地区，包括这个菲律宾这个周边的问题哦，其实这是美国都在高度关切的议题哦。那其实双方还是各说各话，那彼此之间其实还是都在针锋相对哦。那可能未来的这个冲突呢，其实是还是可能这个目前看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另外，日本防卫省202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的草案公开，内底讲到国际社会烦恼台海两岸军事平衡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了真紧。学者分析，日本烦恼台海透过甲美国加强合作，间接支援台湾来阻挡中国。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柯树波是表示讲，增加两岸航班也佮有旅游人数，在月底进前就会有好消息。中国游客是有机会会当组团来台湾的，咱的旅游业者嘛，拢咧要讲，这5月底台北的旅店，政府可能就会公布消息。另外，咱的交通部长李明彦是按算29的时阵，会甲业者座谈。这个旅行工会是表示讲，希望会当赶紧开放去中国旅游。宣传优待机票甲大房，台北旅游店展前记者会，业者上出许多旅游市场来诱人客，有个讲有上佳的折扣。另外，业者嘛拢有风声讲，政府会对两岸旅游议题提出建议，包括开放更加侪航点，甲旅游人次增加。有个月底进行会有消息。交通部长那边也给我们一些善意的回答，说全面就是全面开展，或者是局部开展，循序渐进的都是有可能的，对。所以我们业者对这个讯息是满心的期待。希望他赶快宣布，因为旅游是销售是需要时间的。他6月开始的话，我们事实上也都要到7月以后才有可能成团。业界呼吁讲，观光署会当先宣布解除6月初1起附中的禁团令，因为恢复组团爱一定的作业时间。交通部长李明彦最近讲，有关禁团令，两岸观光交流一定要对等付费。李明彦嘛要伫29和各地旅行工会代表座谈，不过观光学者讲，准讲台湾提出建议，两岸观光的问题无可能这么紧解决。对岸目前之前是先放那个马祖那一块，所以那个球先接了之后，可能大陆也要消化赖总统比较新的两岸关系诠释。关于禁团令是不是会解除？交通部最近回应讲，5月底进行会开跨部会会议。根据了解，会议会伫30开始，第2天30日就是台北旅游展开幕。业者嘛期待，4、9政府会对着两岸的旅游有相关的宣布。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有旅行团去金门旅游，结果昨开始就有人来吐佮发烧，其中15个人送病院，目前已经回来到本岛。金门卫生局是表示讲，有稽查旅行团去过的4间餐厅，检验报告2礼拜内就会出来。这个对台中来的旅行团，拢总有61个人。5月27日下晡5点，是伫金门一间餐厅食饭饱了后，就有人对半暝开始吐、闹、佮发烧。其中15个人是赶紧送急诊。卫生局除了去病院调查，嘛来稽查旅行团去过的4间餐厅，这个检体会全部送到本岛来化验。预计这个检验报告近2礼拜就会出来啊。食药署公布边境查验的这个报告，发现对韩国送来的菜点有无合格的成分，这也是电商平台酷碰这半年来第7件违规的产品。未来咱的食药署是会针对韩国来的这个用茶做的假食的相关的产品来加强查验。伫网络买物件是阁紧阁方便，不过食药署日白是公布上新的边境查验无合格的名单，其中包括电商平台酷评对韩国输入的过目菜点又出试验无合格，后民众听到是真烦恼。会担心，毕竟怕有一些什么有毒物质之类的，会担心。对，就是会想说，是不是就吃下肚会影响之后健康啦？食药署讲，这批无合格的菜点拢总有20公斤，会全部退运还是销毁。这嘛是酷评伫最近半年来第7批产品互验出无合格，而且对今年1月以来已经连续5个月互抓包违规。另外，食药署统计，去年11月底到今年5月20为止，韩国输入茶剂的餐具无合格，有4成这么多。因为安尼，因伫边境要针对所有韩国茶剂餐具厨具加强抽批查验。4月15日起到今年113年10月14日止，在边境针对韩国输入的木质餐具及厨具，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的比例为20%到50%。如果说那些残渣东西混到我们食物的话，我们就担心说民众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肠胃道不适的症状。对这酷评是发声明回应讲，相关产品拢有符合韩国销售规范，但是遵守台湾食药署的规定，虽停止销售这个产品，嘛是销毁边境无合格的产品。另外，食药署公布的无合格的名单，佫包括中国的水果手动加接器、大白标粉、越南的罗蒙猪酱、马来西亚的番茄粉等等，同款拢爱照规定全数退运，也是销毁。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警方抓到一个毒品的集团，现场查到的毒品是价值2亿外。另外，佫查到这台湾药物列管的毒品，意思是表示讲，用这款物件就会伤害到咱脑部的神经，加上这有可能就会死亡。趁天也袂讲经历出击，伫新北市真侪所在攻破创毒的大本营。一袋搁一袋内面装的拢是毒，敢若K他命和安非他命都有82公斤，甚至搁发现真罕的看到的强势毒品，超过这个总值大是超过2亿。贩毒集团可能是看上台湾还未管制，就把它引进台湾。目前他们使用的方式是加在烟油里面，然后当作是电子烟的烟油再吸食。互外国叫做是强势毒品的依托米脂，伫台湾是无防勒足毒品，都是抓准管制破空。这摆嫌犯嘛承认讲，1毫克的粉用3000块在卖，就算讲防抓到，也是有人检举，警方嘛无法度用毒品条例来查办，这会当互相关单位来认定讲，敢有违反药事法。目前卫生福利部已经在今年的5月9号召开管制药品审议会，做成决议，要增列依托米脂这个成分为第4级的管制药品。我们也已经建请法务部能够依其成瘾性、滥用性以及对社会危害性来提报到毒防会议来列管为毒品。依托米脂是一种麻醉药啊，有镇静止痛的效果，是一般药品会当伫医疗手术使用。即摆互黑白用不法的人士当作是毒品在卖，后壁的危害袂当大意，爱说是变作毒害。它可能会造成我们肾上腺功能的不全，然后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不自主的抽动，也会，然后甚至如果说过量使用，也会造成一些大脑神经混乱，
会有死亡的风险。追求一时的快乐，甲伊通米剂食入去腹肚内，虽然可能产生迷幻作用，所严重伤害脑部的神经，有可能会出现攻击的行为。若食过量，佫有死亡的风险。即马佫外一个劣管，这种药佫伫台湾方非法来使用，敢会变作掠毒的另外一个大麻烦，甚至导去市面上造成危险。中央相关单位拢爱正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民众伫车祸了后逃走的行为，这新北市对6月初1开始，就要来推动检举新制。若是民众会当提供车祸的影片，这检举的奖金上济有1万块。警察记录器是翕到一台奥多麦，是技术超车无超握好，去下到另外一台奥多麦，造成这无辜的技术是摔甲真惨。但这肇事技术毋若无倒车去共看一下，颠倒是油门吹来浪讲，亲像这种遭盗事件是一直出现。为着阻挡遭盗的行为，新北警方是提出检举的新制，6月初1开始，只要检举到奖励金，协助警方在厘清意外的发生或怎么样之类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了。最主要应该是说可以帮助到这个事件能够更快的水落石出。新北市警察局讲，只要民众提供交通事故肇事倒影，还是道路交通事故录影资料，帮助警方来厘清肇事，还是交通事故的原因，都会当来领检举的奖金。首先会当登录警方的 App， 在申请服务专区点交通事故影音上传平台，再搁写事故车祸地点、时间才资讯提供给警方。审核的结果，警方会用书面通知，再搁发奖金。若提供的是道路事故影响，上加奖金1000，上悬5000；但若是提供肇事倒影的影像，奖金对3000到1万。其实有时候在可能事故有些死角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希望说民众可以，如果有好心人可以提供我们事故影像的话，我们可以把案件厘清得更全面。警方讲，民众检举是实名制，若是无写名，还是提供假资料，还是共一个交通事故已经领过奖励金，拢无法度搁发奖励金。希望新制上路了后，会当帮助警方调查交通事故和遭盗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肠仔病毒即卖还咧流行，疾管署佮公布顶礼拜有加一个动静，而且即个动静伫咧3天后是互医生甲诊断做龙骨喙炎。另外，伫咧台北市是宣布针对一寡6岁的囡仔，这肠仔病毒的疫苗是会当自免钱的，大概有800位会当去做。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讲顶礼拜肠病毒门急诊的就诊有15180人次，含顶礼拜比是降15.1%，但是同款伫流行期，而且佫出现动静个案，一个北部6岁查甫囡仔，因发烧含水毒性脑炎的镜头就医，3天后暗棍疼个定，佫去看医生。颈部疼痛、单侧上肢无力的症状。那他送医诊断之后是急性无力脊髓炎，最终检出的是感染克沙奇 A2 病毒。无故惊吓这种感觉，那再来就是会呕吐，那在有时候就会出现那个就是呼吸心跳加快这些情形。如果说机车后跟呼吸心跳加快的话，这个一定要住院。对2岁到6岁的细汉囡仔，目前市面上有2间业者是推出肠病毒的疫苗，那完整注2筒是需要8000块以上。台北市政府宣布讲，对6月17开始，专业来补助弱势囡仔，只要是2个月到未满6岁，有台北市第2类的儿童医疗补助资格，包括病、重大伤病、介小和关怀之家的囡仔等等，拢会当免钱来注2筒。台湾有3例克沙奇的重症，但不是说肠病毒其实已经不会重症，但是我们还是先投注在资源，在这个比较特定的族群上面，然后希望优先来照顾相对弱势的孩童，这个打的效果不错等等的因素，我们会再考量，也许适当的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慢慢放宽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卫生局嘛提醒讲，肠病毒的性别是真多元，就算有注肠病毒7以上的疫苗，嘛是可能为着其他性别的肠病毒，嘛是需要做好接用杀菌洗手来防病毒。大流行的期间，大人囡仔拢爱做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疾病叫做多发性硬化症，医师就表示讲，这是一种真罕见的自体免疫性的疾病，全台湾有2000个病人。虽然讲这是医袂好势的病，也毋过是会当靠药仔来甲控制。若做你发觉家己目睭熊熊看袂清楚，而且骹腿也有手拢无力，就爱特别来注意啊。
30多岁倒小者，伫10当前因为手骹、腹肚皮这所在拢出现麻痹，互诊断做多发性硬化症。后壁这目睭出现目睭看袂清的情形，无想到嘛和多发性硬化症有关系。这短短1礼拜延误治疗，就互伊这目睭的视神经互破坏，视力是剩0.1。目前伊只会当靠倒目睭的视力来维持日常的生活。我也没有意识到他可能是发病，然后我也没有去急诊。然后我又想说，这个周6就要回医生门诊了，我就等到周6才回去。结果到周6的时候，我右眼已经视线全黑了。医师讲，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真罕的看的自体免疫病，致病的原因不明，才会发生在20岁到40岁的女性。伊互中枢神经系统是来回出现发炎的反应，若被早发生在视神经，会造成视力的丧失；若是在小脑，会造成平衡失调；若是在脊髓，会视记无力；大脑会影响到认知的功能。脑容积流失的速度是一般人的5倍。多发性硬化症，它只要攻击的点是在大脑，它可以很多次，那每次的位置可以不同。那更灾难的可能会是在脑干，或者是脊髓。脊髓一次可能就可以四肢瘫痪。医师提醒讲，多发性硬化症是真复杂的病，全台湾患者差不多2000个人，目前无法度完全好，只会当靠药仔来控制病情。呼吁民众若出现亲像这种症头，要较紧就医来治疗，就会当减缓脑损伤，降低后壁对生活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7股的粉药最近咧要收成，也毋过这瓦的敢若剩一成尔。业者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前一阵透南风，也佫有地动的关系。农业局是来回应讲，会当先通报来安排会勘，若准是有需要，咱就启动救治的机制。工人半暝2点就到位，大家分工咧河窟仔内粉摇、尾手，才个呛水整理，准备通卖。毋过详细看人仔来，竟然毋是我的，煞全拢第4壳。台南7股有袂少人靠饲粉摇咧趁食。即阵有侪养殖人员反映粉摇将近4-9成，因认为主要参天气变化有关系。地处世界遮凄惨，一当收成一届的心血，全拢乌有去啊！气候的问题较大，都地冻好，都拄着安尼摇的，伊粉摇必定土的嘛。伊地气也送迄个南风嘛，也迄个温度害嘛。阮若拢死啊，足严重啊！落雨了，拢向烧热嘛。系啊，天气袂顺，你着一直逼，所以一定爱整理起来，无会愈迄落啊。养殖人员指出，粉摇被砍一热，前一阵烧热无稳定，佮加上有地动发生，才造成粉摇叫车惊，家己架子煞死亡。工人好起来的壳蹲干那山，爱正礼拜才清会煞，估计损失上100万。因望政府通补助斗3工，农业局回应，到时若接到通报会去会勘，地随启动救治机制。指渔民诉向渔文所在地公所通报，由公所会同水师单位现勘。确认受灾情形及死亡原因是否为极端气候造成，倘灾损符合天然灾害认定标准，才启动救治机制。唔敢若7股发生名，养殖人员讲北门家己等所在冇人安尼。农业局指出，因后续会邀请专家办养殖教育训练，减少灾害发生。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家己中部的盐管是莲子的产地，也毋过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一寡莲子收成是无啥理想。农民就讲，今年这个产量可能敢若去年的一半。一日一日粉红色的莲花，车民众来到莲花站翕相。虽然莲花开甲真水，也毋过要收成莲子的农民讲，今年家己地区会当收的莲子，甲去年比起来，可能只剩一半。去年啊，一架当的时，一个月天收差不多3500斤至3600斤左右，今年都剩差1800斤。这久来就毋捌拄过安尼，无来因这雨一收哦，伊拢拢100斤挑几十工的哦。即摆敢一工100斤的，从来都毋捌拄过，都毋知啥钱。农民无用八开莲苞，甲内底莲子摕出来，第二在是因拢爱趁日头还袂出来，赶紧去田内采收。若无莲子过工就会乌去。农民讲，今年莲子收成袂歹，可能除了欠水，加上病虫害，嘛有可能甲天气、甲温度拢有关系。像这啊，这成熟度就够啊，这就爱慢啦。哦，啊若无慢，你过来明仔载慢就这就乌呀。今年可能气温有较低，今年都莲子你生长这段期间的时候，气温有当时有较低，较寒有当时嘛是会寒死花啊，可能这也是原因之一啦。
嘉义县中部乡的盐罐社区莲花田的建筑面积有58公顷，是嘉义县生产莲子上侪的所在。中部农会表示，即马当是莲子采收的时间，虽然量有较少，不过也是会协助农民到推销、到推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鹿港的高架伫1973年，甲大河洋楼设做民俗文物馆，开放予民众来参观，会当予人看到6000外件对满清时期到民国初期的生活文物，做回来了解台湾早期的生活模样。古早时代的梅兰桥甲新娘桥，阁有即阵真罕咧看的剃头搭、红果。1973年成立的鹿港民俗文物馆，展出6000外件为清代到民国初期食的、穿的、交通方面遮的生活用品。来参观的民众就讲，看到遮物件袂输转去囡仔时。这物件应该是讲我细汉拢有看过啊，有一部分啦，没有全部，但是我就是觉得看起来很有那个囡仔时代迄个回忆就对啊。我感觉内底展览的物件真有艺术，啊嘛真有意义，咱会使了解几啊十年前好野人因兜的物件是真正足精巧的。这栋1919年起好的大河洋楼，过去是台湾5大家族之一，鹿港高架古显型的旧厝。洋楼的设计加入文艺复兴时代 Baroque 的风格。伫1920-30年代是接待贵宾属性的重要场所。文物馆也伫今年推出设立50周年的纪念专刊。这个专刊就是讲记录这个洋楼甲这个民俗文物馆过去50年来的这个发展。咱鹿港民俗文物馆所收集的文物就是生活的文物，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宗教民俗这8种的文物为重要。鹿港民俗文物馆是台湾头一间民间博物馆，除了记录台湾早年的发展历史，文物馆表示，透过生活文物的展出，也会当看到100多年前台湾大户人家的生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南投的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已经70周年，因对即马开始到明年要来办工艺的料景的活动，和工艺知识会当侵入到各县市。全世界关注的奥运会，台湾代表队的清测也真讲究。顶个月咱参加巴黎奥运的台湾代表队，因的服装展现伫民众面头前，结合台湾山脉海洋的设计理念。会有做衫的技术，是因为咱人有穿衫这款生活需求。透过时间累积，渐渐发展出服装工艺。有路有台湾味的设计，展现出属于台湾的美感。生活中大大小小穿的、用的，拢会使讲是一种工艺的展现。工艺甲人类的生活关系是真深。咱困的眠床，咱坐椅啊，甚至咱食饭的这箸嘛、小象，筷子，这拢是，所以讲。伫咱人类有史开始进入到这个比较文明的阶段开始咱知影讲要安怎去应用这个工具的时阵，这个工艺就已经得出来啊。台湾艺术家简水玲1954年为了推动工艺发展，成立南投县工艺研究班。2010年加入文化部的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经过70个年头，工艺中心要开始工艺要景活动，到明年中进前要陆续伫新竹、彰化、台南、台东等县市举办活动，找出各县市特殊的工艺技术，和民众认识工艺。整个工艺的历史，从一开始人们对于需求、实用的需求，然后一直发展到美学的结合，在地风土、人文条件的结合，在地故事的叙事，然后新的创作力的融入，一直走到今天，工艺跟当时从需求面、生活面产生，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为日常生活到流行文化，真侪所在拢是工艺的展现。工艺也为人类生存需求发展到美学、信用这个领域。工艺联盟总会长陈启川认为，这几年台湾文化资产保存风气真旺，亲像古庙市的雕刻、漆面、建筑，拢是工艺发展上好的空间。工艺联盟总会建议政府、民间会当注心发展这部分，透过发展工艺来保存台湾的在地文化，一兼二顾。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湾科学教育馆甲民间团体合作来规划半导体的展览，模拟晶片的制作过程，让囡仔用上简单的方式来了解科学知识。
用汤匙甲夹仔做通电媒介，通电了后，装置开始运作，或者囡仔仔欢喜甲拍谱啊。这看起来亲像实验室的所在，是台湾科学教育馆为普及半导体知识、规划半导体未来馆。去年7月才拄开幕，增进这民众会当动手做的机械设备，伫遮做志工的体育老师认为，科教馆的活动重视动手做、动手算，透过实际去做的方式来解释复杂知识。参观人拢认为，真是科学内容，按过电脑设计，互囡仔买当简单来理解背后的原理。咱最主要是讲，除了伊会知影了，伊要做的中间，啊，你用有一寡物件呢，咱叫做做中学嘛，嘿，咱不容许的讲。有初步的认识，知道这个怎么样运作的，背后的原理这样，引起小朋友的兴趣。展览以外，科教馆讲，半导体对台湾有重要意义，为产业的永续发展、培养未来人才都真重要。因认为科学普及是培养人才头一步，所以伊嘛甲企业民团合作，成立半导体科学普及教育联盟。因利用塑胶贴仔做教具，目标是让小学生买简单理解晶片的过程。它的目标呢，就是让小学生也可以了解最基本的这个晶片的制成，就是材料工程这个词，可能很多人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我们如何用非常简单的乐高积木，就可以让孩子理解晶片的制造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教科馆表示，面对全球半导体产业快速变化，台湾需要更加多多元人才。政策单位做伙想办法，或者知识简单化，都是希望会当刺激囡仔对这产业的兴趣，让台湾半导体产业能长久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美因大学有一台全世界上界大台的3D 列印机，80点钟就当印出17片大的厝，而且因为是使用环保的材质，唔但会当解决碳排放的问题，也会当化解欠工的状况。这台是世界上上大台的3D 列印机，伫个缅因州开始起厝。这种厝的原型只要80点钟久就当印好，所有的光线甲插孔拢已经先留来。只要几点钟久就当给倒起来。This particular machine really is not just a printer. It's really,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hybrid manufacturing cell. 缅因大学先进结构加复合材料中心这台列印机，互人叫做未来工厂 1.0。像这种用印出来的厝摆放3D，内面有17平。地方表面厝顶的材料是茶工业的废茶纤维加生物树脂，无用到高碳排阿门土或者是砖仔架，规栋厝100%会当回收。Our goal was to put it through a few shit spaces, put it out there in a challenging main winter, and we've seen already 2 challenging main winters has done extremely well. And of course, we've done a lot of material testing ahead of that for years to make sure it's going to work. 厝经过实地测试了，进入后一个阶段，将会去9个主体3D 列印社区，互无家可归或者是面临着设计工园风险的人使用。一个人斗相共解决美国大厝无够，一个建筑工人无够，供应链紧张这款问题。未来工厂 1.0 是缅因大学第2台超大型3D 列印机，比前一台大4倍，会当印30公尺长、10公尺宽、5公尺半悬的物体，1点钟会当印227公斤重的原料，改变传统的制程，为更加侪产业提供永续制造的可行性，包括国防、较俗的厝、桥、风电，还有造船。这个计划也已经得到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甲陆军工程兵团的支持。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音乐家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到今已经满200档啊！伊的家乡德国也有创作这首歌曲的地点奥地利，拢有做伙来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124年5月初7，维也纳的皇室贵族社会精英受到贝多芬的邀请，参加维也纳皇家宫廷歌剧院管弦乐团伫肯恩顿门大剧院所办的第9交响曲发表会。迄当阵身体无爽快，耳孔听无，也已经12年唔捌伫个舞台顶出现的贝多芬，亲自徛起哩指挥台，为了要纪念第9交响曲合唱诞生200周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公开展示珍贵的贝多芬手稿乐谱顶头的修改，是创作的分量。
Das ist die Partitur von Beethovens 9. Symphonie, dessen Uraufführung sich jetzt zum 200. Mal jährt. Ja, ist handschriftlich von Beethoven aufs Papier gebracht. Wie man sieht, nicht in einem Schwung geschrieben, sondern eben auch mehrfach korrigiert, redigiert, in verschiedenen Versionen durchgestrichen, wegrasiert, neu geschrieben, bis es eben jetzt zu dieser Partitur dann schlussendlich gekommen ist. 伫维也纳南边30公里远的温泉疗养圣地巴登，就是贝多芬故事第9交响曲的所在。迄当阵伊做的厝，即马已经变做贝多芬纪念馆，展示伊在生时阵所留来各种物件，亲像伊灵感一来，随就甲音符记伫咧窗仔门的茶坑，由德国诗人席勒作品《欢乐颂》所改编的大合唱，谱出庆生的喜乐，抑个自由的快乐。 将多人甲《欢乐颂》看作是贝多芬伊心内政治甲社会理念，是对和平的希望，对统一、对司法一家的愿望。伫1985年，欧明也甲《欢乐颂》评做官方的名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29度。 中部地区是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 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一支手机啊，一台相机，对台湾头到台湾尾，公民记者行大社区，用因的观点记录砖头，也是城市各角事。